讲到故宫最近规月要甲战后一变整这件文物的仿品，摕来南部园区的大厅来展览。不过，就立委咧质疑讲，这过程无经过专业评估，而且为什么南部的乡亲敢若仿会通看？故宫是回应讲，这是教育推广的活动，不是正式的文物展览。详细嘛，搁请专家来讨论。 战后一变整是2400多年前战国时代宫廷所用的礼器甲乐器，几廿年前捌伫台中科博馆展出。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伫1997年甲中国湖北省博物馆买的复制品。最近传出要伫故宫南院展示，所互在野党的立委质疑，展出仿的是无尊重中南部的民众。故宫表示，无将只是规划要甲变整放伫咧2楼卖票的大厅边啊，嘛强调是为着教育推广，毋是正式的文物展览。因为你的教育展示或是需要的话，你会有教育展示品，会有参考品。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全世界的博物馆里面的恐龙都应该要拿掉啊，因为那个恐龙的话都是附件的，就不是原件啊。 会知影故宫的院长萧宗宏伫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业务报告，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就质疑，2015年邀请车辆馆的12生寿头的复制品，要放伫故宫南院，煞受质疑是中国统战的工具，搁互人破拆，尾仔就先拆掉，暂时放伫咧仓库。毋过，即届煞想要展出中国变整的复制品，标准到底是啥物？时代环境不同，整个 客观条件不同的话，当然会有差异哦。这也不能讲说叫做双重标准，可以算是一个实际上可以演奏的一个装饰，甚至是一个艺术品呢。那他们其实要推广的是音乐，所以这一套基本上来讲的话，是作为乐器。外界嘛质疑，根本就无经过专业的评估，是直接由院长萧宗宏来定案。萧宗宏驳回，目前合作案也未确定，会搁找专家甲学者来评估。记者台北报道。